头刷到立法院早起时来处理着会计法的修正草案，也就是国务机要费要甲除罪化。结果朝野立委再度爆发着冲突，上尾民进党也是以人数的优势来表决会计法修正条文三读过关，也就是讲，陈水扁所卡到的国务机要费正式来除罪化。也毋过有几内法官甲律师拢认为，这并无代表法院后续会判阿扁爷的国务机要费无罪，较有可能的结果是判免诉。但是毋免判决，并无代表法院就认定阿扁爷无贪污。修正通过。伫咧吵闹的会议内底，会计法99条之1条文修正草案伫咧立法院三读通过。国民党立委为主席台也价钱牵水杯啊，就和国务委上目口牵出一个空，另也是摕纸包阻挡物件寄过来，保护主席立法院副议长蔡其昌。因为这摆会计法修法关系到国务机要费除罪化，然后立委总动员国民党团下午7点半占领主席台，另外洪胜汉、邱金头老伙，哪样洪明凯是后脑壳啊去弄到椅啊，有病休困。不过民进党团伫咧8点46分，甲主席台占回来。国民党团想要甲主席台抢回来，煞无采讲，叫林爷动落来。南洋不安修法，专是为了前总统陈水扁。在疫情高峰的时候，蔡政府要把阿扁的贪污案除罪化，要把宪法保障言论自由的移送法办。这什么世界？这什么政府？就只剩下国务机要费这件事情上，在会计法没有办法去做处理，所以我们在党团没有不同的意见，我们全力的支持，让整个跟特别费也好、国务机要费也好的历史工业的最后一块法律的拼图，让它告一段落。因为林洋法委人数优势，表决通过会计法修正草案，嘛互拿着党团小我的卫兵各加一件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